今個星期 F1 返嚟亞洲，嚟到以野賽聞名嘅新加坡站。夜景街道比賽對觀眾嚟講又華麗又震撼，但對車手嚟講係一場折磨。賽道全長超過5公里，由23個緊湊彎角組成，就好似摩納哥進化版咁，幾乎冇休息空間。再加上高溫天氣，對車手專注力同體能要求超高，近乎極限。街道賽一向辛苦，但新加坡特別誇張。夏美頓曾經講過路面凍到傻，當時速超過200公里以上。呢種凍就唔係小問題，而係對身體巨大消耗，加埋比賽要面對超過400 kg 制動壓力同長時間高 G 力，每一圈都係捱。除此之外，比賽時間亦都係挑戰。新加坡站因為多宗低速彎，賽事時間好多時都要大概2個鐘先完成。開賽時間又安排喺夜晚8點，車手為咗調整返作息時間，好多時酒店會拉黑布簾，甚至用垃圾袋封窗，令到自己身體時鐘可以完全配合比賽需要。天氣亦都係一大問題，即使夜晚新加坡氣溫都有30度或以上，加埋高濕度，車手未開賽已經爆汗。Danny Ricciardo 話曾經試過打開頭盔散熱，結果更加熱，即刻散返。成場比賽完咗之後，車手體重平均都會減磅3 kg，就好似喺極端環境之下跑馬拉松咁。為咗應付呢種考驗，好多車手都會特別訓練。就例如 George Russell 喺2019年首戰新加坡之前，就特登喺28度高溫嘅健身室訓練，仲要着厚衫，全副武裝模擬新加坡嘅地獄環境，都幾誇張。總括嚟講，新加坡大獎賽對體能、專注力同心理都係咁多場比賽之中最嚴峻嘅考驗，係觀眾眼中充滿魅力嘅野賽。其實對車手嚟講係全年最辛苦嘅戰場，所以車手們一致都認為新加坡站係 F1 賽程表上面最難捱嘅一站。更多 F1 相關嘅片喺我個 channel，如果鍾意我嘅片，記得 like and subscribe 啦。